大家好，我们是董事长乐团。那我们所认识的亚维，其实本名就叫阿坤嘛，然后那个汉姓是叫阿坤，那原住民泰雅族的名字叫做亚维莫瑞，他也是模特儿出身的，对。后来嫁给我变模特变model 变 model 了。其实我觉得哈，你刚才我多多少少有受到我们一点点影响，不然他以前其实不是玩音乐的，也是受你影响。我特训，我觉得他算蛮厉害的，他算自学的，他很认真，乐器也没有，对他超认真的，而且他3年出2张专辑， 3张，对，哦，3张哦，不太熟哦，是哦，就得了2座金曲奖，创作力算很旺盛，对啊，对，是我觉得近几年觉得很不一样的原住民的声音跟音乐，而且这个时代创作歌手可以为母语做一点事情，是值得鼓励的。所以他还有去进修他的母语啊，对，很认所以真。他去进修，小孩子都我在带，蛮辛苦的。所以金曲奖奖金应该要分给你。然后他最近有演唱会，什么时候？对，在3月31，在哪里？在台北 Legacy， 对啊，希望大家喜欢他的音乐的朋友们一起来，这回来包票也不错，包票有送什么赠品？送我的热情拥抱一下。好，3月31一起来台北 Legacy。